经典时刻，经典就是流行，经典时刻与您分享精彩的每一刻。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经典时刻短视频。千年等一回，等一回呀！听到这一句，大家是不是马上就想到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当中的主题曲《千年等一回》呢？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2026年成都的演唱会，4月4号在成都所开的这场演唱会叫做走进原声带演唱会。主持人说邀请到永远的甜歌天后，就是我们的高胜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哦。这首歌呢，真的高胜美呢把白素贞跟许仙那份跨越1000年的爱恋唱的是入木三分啊。听众朋友们待会看这个短视频，你就会说奇怪了，高胜美经过这么多年怎么都完全没有改变，歌声还是原本一模一样，这才是原音重现，对不对？马上为大家带来经典时刻千年等一回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，高胜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，让我们来聆听甜歌天后高胜美所带来的歌，来到我们的经典时刻开始喽。是为这一句爱